大家好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叫罗桑，大家可以看得出，听得见，我的汉语讲的不是很好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藏族，我小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，我这个汉语是呢自己自学过来的，所以我讲的汉语不太好的原因在这儿。我出生在青海，现在在青海，但是我现在住在国外。很长时间我在每年都去那个青海老家呀，青海其他的藏区去看看去，我们家乡的怎么样变化呀什么的。这2年我没回去，但是呢，我比较喜欢那个自媒体呀、网络直播呀这些东西吧。我自己也做过一些网络直播呀之类的。但是我最近发现是个现象吧，特别是这个青海的这些民族大学毕业过来的，学一些藏文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大部分都是没有工作了，找不到工作了。但是找不到工作呢，他们大学里面学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怎么说呢，翻译啊，或者在文学呀。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怎么说呢，就有用的这些怎么说呢，我们社会上可以找工作的这种东西吧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自媒体，比如说，然后就毕业以后呢，找不到工作，没有这岗位嘛，然后就开一些自媒体啊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特别喜欢讲历史问题啊，这个历史问题可以讲，这是自由嘛，他们自己可以讲。但是一些问题可以，他们的这种怎么说，直播当中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吧，现象吧，应该说，第一个呢，他们没有看到很多资料，他们不会看资料的，他们不会读原来的古籍呀、那文献呀之类的东西嘛。第二个呢，他们没有这种研究的这种思想，根本没有什么叫研究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他们比较喜欢那些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，反驳一下旧的一些习惯呀、风俗习惯呀、旧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啊、传统文化呀，或者在旧的这些喇嘛庙呀、旧的一些宗教的活动啊，怎么的，怎么那样的。但是这个是我来讲很奇怪的，因为呢，为什么很奇怪呢？那个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他们不太，只能他们的汉语也不是很好的。当然比我来说他们很好的，但是我真没有学过汉语嘛，他们学过汉语也不错。比我来讲的话，其他汉语也不行。但是他们呢，自媒体里面他们讲，比如说他们有习惯嘛，他们特别喜欢骂这种拉萨的这种噶夏政府嘛。这个我青海人来讲很奇怪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18世纪以后呢，跟青海和藏区吧，大部分藏区跟拉萨的这个噶夏政府没有关系的，他们没有噶夏政府没有那种统一过青海嘛。噶夏政府没有统一过青海呢，为什么青海那个上大学那些人，反驳或者天天骂吧，那个拉萨噶夏政府，这个我不太理解，没有关系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的，跟他们的祖辈都没有什么关系嘛。他们天天有习惯性的骂这种批判这种噶夏政府，第一个这种跟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，现象。第二个现象呢，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嘛，他们的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的，那他们去广州打工啊，广州啊，那个浙江也去打工也打的也不是很好的嘛。他们只能卖东西的话，只能藏区去卖。但现在这个问题啊，他们因为找不到工作呀，他们不看现在他们的他们学的是没有问题嘛，或者是他们那个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工作，这个原因他们不会考虑的。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找不到工作啊，他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的那种怎么说呢，环境也不是很好啊，
他们认为这是这个历史问题，这个我来讲很奇怪的，跟历史跟他现在的生活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就49年以后吧，解放，他们说我们说的是解放以后就出生的嘛。解放以后出生的话，他们就是23岁啊、34岁啊之类的话，他们原来的旧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嘛。因为他们找不做工作的话，这个旧社会没什么关系的。他们为什么呢？不考虑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呢？他们为什么没学到这个有用的这种怎么说呢？东西嘛，可以用的东西嘛？他们就有这种，他们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他们讲历史问题啊，历史的怎么了，寺庙怎么了，就天天这样讲，这个我不太理解的。第三个问题呢，他们很熟悉的骂这些寺庙啊、喇嘛呀、和尚啊之类的，这个我不太理解。现在呢，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嘛，对不对？可现在寺庙这边里面也是宗教机关嘛，这个寺庙里面没有什么特权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政府那个所有的那个权利嘛，都是那个人民政府来管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为什么不通过那个庙里面吗？摸的那些和尚吗？那个和尚，这个我不太理解。这种现象嘛，这个很奇怪的，非常非常奇怪的。我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嘛，所以国外的这种话，特别西方的话，除了如果你是历史学家，你非常喜欢历史问题嘛，你可以研究啊，你可以讲讲呀，这个可以的。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讲历史的，历史跟他们没关系的，他们生活在现在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的问题是现在的问题嘛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现在问题现在的人来解决嘛，历史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关系的。所以我的感觉，我发现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藏区，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个现象，我们藏区有这种非常非常奇怪的这种现象。他们其实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不太清楚，不愿意管，也不考虑，也没什么想法的。但是他们就讲那个1000年前的，或者300年前的，或者400年前，50年前、60年前，这没什么大的关系嘛。但是他们喜欢想，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改变的，这个也必须要改变。那谁来改变呢？就是我去教育系统，中国这个大学呀，中国这个教育呀，这个不太好的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啊，这是他们都找不到工作，这历史没有关系的。现在找不到工作了，对不对？你骂那些和尚不是抢了你们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他们有自己的怎么说呢？自己的庙，自己的做自己的事嘛。他没有抢了你们的工作嘛？你们骂那些干什么呢？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，这是我们为什么那么青海那个藏区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就在这儿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在这儿，因为他们不会考虑的现在的问题啊，现在的经济啊，现在的或者说教育啊，什么，不考虑这些问题嘛。所以他们那个民族大学出来以后呢，他们就知道大酒翻那个老的翻传统啊，翻宗教啊，他们什么都不会的，他们只能会那些翻传统啊，翻那个历史啊，翻那个酒的吧，反正翻酒的那个，他们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当地的那些政府的那个机构吧，他们研究那些肯定有的很多的，你们这个方面研究一下，这个很奇怪的，跟我这个国外来这个听的话，这个很奇怪的，你们都想一想这个怎么解决问题啊？事业问题历史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们提那个怎么反驳的话，工作不会有的嘛？那谁来创造的工作呢？科技。科学技术创业这些来创造一些环境嘛。你翻这个天天这没有什么。打酒的话，那个文革的就搞那些东西嘛，现在就不搞那个东西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藏区那些大学里面都是搞这种的，所以很多的那个怎么说，有的那个也没有听得见，也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吧。这个是我们来讲的，我听的话非常非常的奇怪的。
这个你们参考一下，想一下啊。就这样，多多原谅我的汉语啊，我的汉语讲的不太好嘛，我汉语不是我的母语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原谅一下，好吗？再见。